好，我係 TB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近排咧睇到越嚟越多嘅色彩妝容都好心喐喐，好想自己試一下，同我一齊開始啦。首先咧都係補水，你嘅大乾皮姊妹又嚟啦。入咗秋天之後咧，一定要注意護膚，補水補油。再做一個面部瑜伽，撳一撳啲穴位，放鬆一下。再攞出你嘅洗面巾同埋化妝水，浸濕晒，咁樣清潔一下咧，你嘅面部就會清爽好多噶啦。咁樣咧，你就會得到一個彈彈潤潤嘅妝前皮膚啦。如果你覺得皮膚仲係有啲乾，你可以試下 Bobbi Brown 呢一支妝前嘅主子面霜，挑啲啲出嚟，咁樣喺度油均勻之後，鋪喺面上。喺面上都要打圈，等佢可以慢慢吸收入去。你又可以咁樣搓一搓你嘅手，加熱一下佢。搓完之後咧，你嘅手都會覺得好潤。之後咁樣輕輕地撳一撳你嘅面部，同時咧，你嘅手會感覺到面上有啲啲黐粒粒咁，其實就係做好一個妝前嘅皮膚準備噶啦。之後我哋用 Stila 呢一塊妝前鑽色遮瑕，先用呢一隻色，咁樣薄薄啲取一啲啲膏體，之後咧喺你嘅手背呢度要均勻一下，輕輕地咁樣鋪喺你嘅黑眼圈呢度。如果你嘅黑眼圈都係有啲偏紫色，你可以試下呢個方法，先用呢一隻色鋪均勻，特別係呢個黑眼圈下邊呢個陰影呢度。同樣用呢一個遮瑕筆取呢一個提亮色係偏米黃色嘅，都係喺手背呢度塗開。鋪均勻之後咧，佢會變成一個比較近膚色嘅顏色。之後用提前打濕個美妝，但係咁樣邊邊嗰度慢慢咁撳一下，輕輕地喺邊緣先撳一下。慢慢過渡到入邊，照顧一下細節。睇兩邊，呢邊係膚色唔均勻，呢一邊眼下呢個地方咧，膚色會變成比較均勻嘅顏色，係咪啊？如果黑眼圈比較重，你又好想調整到完美狀態咧，你可以試下呢個方法。跟住另一邊。其實遮黑眼圈嘅原理咧，就係把你嘅底層膚色先調整成均勻嘅顏色，之後咧再用提亮色去做提亮，就會比較自然同埋有精神啲噶。好啦，依家係底層嘅顏色，之後再用呢一個提亮色，咁均勻嘅鋪上去。注意眼下呢度唔使咁厚，一定係薄薄啲，有顏色就得噶啦。跟住咧，鼻翼呢度都係有啲泛紫色，係咪啊？所以我哋都可以順便嚟啲啲，同埋法令紋呢度過渡一下，嘴角呢度都可以再嚟啲啲。之後咧，我哋再調一個提亮色，喺你嘅中間想提亮呢一度可以直接畫，面中呢一度你想提亮嘅地方都可以嚟啲啲，眼下呢一度鼻背。同埋呢一度鼻翼、嘴角，之後咧用你嘅美妝蛋再嚟撳一撳之前嘅膏體，之後咧喺面上輕輕地拍開，喺旁邊到中間咁樣輕輕地拍開。好中意呢一個妝前，目前都比較滋潤嘅狀態。呢邊鋪均勻之後咧，唔會有好大嘅色差。再嚟呢一邊，輕輕地喺旁邊先鋪均勻，鼻翼呢度臉細，照顧下細節。鋪咗之後咧，再輕輕過渡一下眼周嘅地方。如果你覺得仲係唔夠嘅話咧，你可以疊加啲啲提亮膏，精細咁疊加上去。一邊鋪一邊輕輕地咁樣拍上去，輕輕地咁樣喺重點部位咁樣拍一拍。跟住我哋用 Chanel 呢一支持妝粉底，我哋一齊試下啦。呢個色號係 BD01，
呢個味道都係好好聞。再用呢個工具割開，盡量等你嘅粉底薄啲啲，輕輕地喺中間呢度先鋪皮。點解先鋪喺中間呢？因為佢嘅顏色比較白，比較淺色，我直接用我嘅粉底做面中嘅提亮都得㗎。保證你嘅美妝蛋上面都有啲粉底之後呢，輕輕地拍開。所有嘅持妝粉底呢都會乾得比較快，所以要盡快嘅拍開。之後再疊加啲粉底。其實我覺得用呢一個工具真係好清潔、好方便。因為每次你上妝之前呢，你都會清潔打濕你嘅美妝蛋，同埋呢，你用完呢個工具呢，直接用濕紙巾或者乾紙巾咁樣清潔一下就得㗎啦。跟住我哋用呢個4宮格嘅彩色散粉，攞出一支中厚嘅散粉刷，取啲粉之後喺呢度融合一下，之後輕輕地咁鋪均勻，照顧一下鼻翼呢度，眉毛呢度可以掃一下，過渡一下頸呢度，之後攞出一個大號嘅眼影刷同埋一個 Kiko 嘅打底眼影，咁樣輕輕地鋪開。先掃開眼皮呢一度，直線呢一度，用呢一個淡淡嘅紫色嚟做打底，會令到你嘅雙眼比較乾淨清澈。同時呢啲乾淨嘅顏色都可以大膽嘅鋪開。跟住我哋攞出花知曉呢個比較特別嘅顏色，佢會有藍色同埋粉色一個漸變，都係用一支比較大號嘅眼影刷取粉，先上喺我嘅眼頭呢度。淡淡嘅藍色調，呢個淡淡嘅藍色可以多次疊加。之後下眼影都係先喺眼頭呢度開始，慢慢地咁上色。細節刷再強調一下呢啲細節嘅顏色。Huda Beauty 呢一個9宮格紫色盤，兩隻色混合一下，加深一下你嘅眼頭、眼窩呢一度，同埋你嘅眉骨下邊。咁樣呢，你想表達嘅色彩就會明顯啲啲。之後我哋用呢一隻色喺下眼影呢度加深一下。Last 嘅呢一盤，我用呢兩隻色混合一下，做我嘅眼線打底。呢啲深色取粉之後呢，喺你嘅手背呢度均勻一下之後，立起身喺後邊到前邊咁樣加深你嘅下眼影顏色。內眼角呢度都可以嚟啲啲加深色。三角區呢度咧都可以用你嘅細節刷咁樣填一下，同埋睫毛根部都可以嚟啲啲加深色。最後直接用手指上呢個顏色會更加之明顯。之後咧你可以混合呢兩個色喺邊緣呢度掃開掃均勻。今日呢個妝咧就唔會夾睫毛啦，之後用一個淺色嘅染眉膏同埋眉膠。染眉膏一定要倒住咁擦上色，之後眉膠咧就咁樣立起身，直接整理到你想要嘅方向就得噶啦。旁邊呢啲地方咧難免都會染到一啲啲染眉膏，可以咁樣攞面籤咁樣輕輕地清潔一下，之後用你嘅打底色再掃一掃，咁樣邊緣就會乾淨好多噶啦。同樣淺色嘅眉筆，填補幾筆你嘅野生眉。咁樣畫幾筆咧，你同樣都會感覺到你嘅眼窩結構會更加之深邃啲啲。眉頭都畫幾筆，補幾筆就得噶啦，邊度缺就畫幾筆。如果你覺得太重咧，就用一個螺旋刷咁掃開嘅邊緣，你會感覺到呢邊有一個自然嘅眉骨陰影。呢個就係畫眉嘅樂趣啦，可以改變你嘅五官結構。跟住呢邊輕輕地畫幾筆野生眉咁，之後檢查下兩邊。畫完眉毛之後咧，都可以用你嘅打底色喺邊緣呢度掃乾淨。對正視鏡嘅前方再檢查一下兩邊嘅平衡。呢度都要加幾筆眉底線，呢邊眉峰再高啲啲，加兩筆差唔多就得噶啦。之後可以用濕紙巾清潔一下唇部，跟住上一個口紅打底。你可以順便用之前呢個遮瑕刷整理一下你嘅唇邊。跟住我哋試下呢兩隻色，
我哋先用呢隻色做打底，可以先喺中間呢度畫一個心形，下唇咧都係先畫喺中間呢度，之後往兩邊轉過嚟，用尖嘅呢一邊做細節。唇邊呢度你都可以用膚色嘅遮瑕膏嚟整理一下，之後用呢一支更深色嘅 Diva， 之後攞出一支唇筆照顧一下細節嘅地方。呢個深色咧，沿住你嘅唇邊加深，流出中間呢度會淺色啲啲，更加之有層次感。Into You 嘅呢一隻色，再加深一下。係咪唔一樣嘅顏色啊？上咗呢個口紅之後咧，你會覺得眼影嘅顏色都會微妙啲啲，係咪？之後用呢一個 Kiko 嘅唇油，先喺中間唇邊呢度塗啲啲，出兩支深淺唔一樣嘅眉筆，咁樣唔規則咁點啲啲，之後攞出呢個腮紅直接混合一下上面。咁樣疊加一下，你嘅斑斑點點又會好自然，下巴都嚟啲啲，鼻梁都嚟啲啲，氛圍感。可以換呢一隻打底色嘅眼影刷喺度過渡一下啲腮紅，咁樣成塊面嘅色彩就會比較統一啦。OK， 今日有啲色彩嘅妝容就完成㗎啦。呢個妝適合你想俾自己有啲唔一樣嘅色彩，因為冇貼假睫毛咧，其實都係快速妝，30到40分鐘都可以搞掂晒。俾多啲時間同埋機會同自己相處，嘗試不一樣嘅嘢同埋色彩，可能你會換一種心情咧。如果你想學識快速出門妝咧，睇我呢條片記得點讚同埋收藏住喎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。